是郑国凤。1年多来，我很想你们。我就是迷到了什么程度，就是处于一种痴呆的状态，没有状态。然后郑老师应该来说也是我们的月老了，媒人了。啊，不是他以为是您介绍的。观众如果认可我，喜欢我的艺术，就是对我最大的奖赏。我也非常喜欢他这句话，因为他喜欢我们观众，我们观众也喜欢他。难非在我自本心，岂可为他一片情。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名家名段任你点，我是陶海。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除了一如既往的为您呈现各大剧种的经典唱段之外呢，还为您请来戏曲界的名家及新秀。而更为重要的是，你要写点播信给我，播什么样的名段，请什么样的名家，都由您做主。那么今天呢，我们为您特别请到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重业剧演员郑国凤。国凤你好，好久不见啊！先给我们的观众朋友打一个招呼好吗？观众朋友，你们好，我是郑国凤。1年多来，我很想你们。观众也很想念您。对。今天呢，我们也来了2位这个戏迷朋友啊，他们也都是这个郑国凤的铁杆粉丝啊，应该这么说。那么这一位呢是萍萍。大家好。好，别看萍萍呢，别看年龄也不大，实际上呢，她是一位这个教师啊。你能打听一下你是教什么科目的吗？我是教语文的。语文老师果然是清丽脱俗啊。谢谢。那么还有一位戏迷朋友呢，是我们的胡阿姨。胡阿姨你好。胡阿姨，大家好。胡阿姨是从事什么工作的？我现在已经退休了。那您可是非常年轻啊。谢谢。看越剧的结果吧。就是看越剧的人都会年轻的。原来是这样。那我知道呢，这个胡阿姨和萍萍呢都是国凤的铁杆戏迷啊，迷到什么程度？很迷。迷到说不出话来的程度。对的，我每次看到郑国凤的时候，如果是说在后台看到他，有一次我到后台去嘛，然后看到郑国凤在化妆，然后我迷到什么程度？比如说，如果说我心中应该是久久仰慕的演员吧，应该我会上去跟他打一个招呼啊。对的。但是我就是迷到了什么程度？就是处于一种痴呆的状态，没有状态，就是远远的看着他，然后整个化妆过程大概半个小时。那胡阿姨呢？听说你们一家子全是戏迷啊？对，我们一家从我那个老父亲77岁今年，一直到我下面那个小侄女10几岁小学生，对那个郑国凤老师的戏都非常非常的痴迷。我老父亲非常喜欢听那个，就说郑国凤老师演的那段盘夫那段戏曲。但是这个徐冉老师早年也是经常演盘夫这个戏哈。对。那国凤是跟老师学的这个戏？对，我是82年。82年那么早？对，一进戏校那个时候还17岁。我第一个戏。初学的戏就是盘夫，他说是打底的。我们有个戏校的老师，他说这个戏是绝对给演员一种基础的打底。那么这个时候呢，我是学第一个徐老师的一个戏盘夫。就当时学的就是徐派的。对，徐派的。那老师的亲传加上这个郑国凤自身的努力，所以这个戏呢，使得很多的观众都特别的喜欢，尤其是您的父亲。那下面就为我父亲点播由郑国凤老师主演的这段盘夫选段。好，没问题。哎呀，娘子，有道是有理不言辞。哎呀，来，从前一礼。好一个有理不言辞，来，从前一礼。娘子，请坐啊，请坐。娘子，你如此他飘香下来，叫我上路，不知为了何事啊？官人，你在书房做甚？在书房嘛，读书哦，读书难道是要连夜
两次功，他到底去过身来了啊，官人啊！将我上来究竟为了何事来？官人，不见你动作才美不装，不知官人你是为了何事啊？这是个人是与个人啊我的心是有谁别人的心事我不知，官臣的心事我俩知有人知我心中事，是非公道老先生，我难真一不来而不知，我从小做过生言事，我要陪你官人心中事，我要做公道的老先生你喜欢唱歌，那你找谁配合？官人不见你公人男儿应有此方子，何须挂虑家乡事啊？莫是你们死的安排娘郎并不知，你年家一大天下的官场
么是你我难争刚年少，害得你官成高年子。你是十里红掌到岩浆，就是城里城外呀成分恩赐。我是你我难争用马青难配你郎你才知夫妻去可容易来，何况你娘子美貌很喜有天子才过上了，为此倒可有无比。你叫我比他后来呀，官兰妃对我是真心，岂可为他一片心？我三不相见，情断情
魏呢非常喜欢郑国凤，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接触到郑国凤的唱段？我很小的时候读小学，1、2年级的时候，我有一次在电视里面看到那个播放郑老师的。宰相驾妾好像是这个。宰相驾妾好像是在无锡。对对对，还不是在上海拍的戏啊。对，大概是80几年的事情了。对，是在无锡越剧团期间的郑国凤主演的一部大戏。然后我就马上就被里面的那个小生给迷住了，然后就痴迷到现在，越迷越痴，越痴越迷。所以应该来说，时间应该很长了。对，只要是郑国凤的戏，就百看不厌啊。对的。那胡阿姨呢？轮到您了。我看到他第一部就是《蝴蝶梦》，那是一部新戏啊。对，我就从他这个戏里面，他演的这个庄周跟楚王孙这2个人物深深打动我。我觉得他演得非常的生动，这2个人物是截然相反的对人物，但是他演得非常好。同样一个人，他来演2种角色，他就把它分明得非常清楚，使我们看了说，哎，非常投入，然后呢，被里面的剧情啊什么全部都会打动。他在台上笑，我们会跟着他笑；他在里面悲，我们会跟着悲。他演的那些什么眼神啊、动作，特别是到最后的时候，有一段就是说，他跟那个庄周啊，就是说已经是假扮成楚王孙的时候，跟那个王志平老师2个人在唱的那一段，对，顺服自然是大道那一段，哇，我真的是非常欣赏，非常喜欢。他那个手啊，把那个王志平老师那个手，那个就是田秀那个手啊，推出去的时候，这样慢慢移过去，我觉得他这动作做得非常到位，而且是贴着他的耳根在跟他说，对，任何那种感觉就是说，真的我看到非常厉害。这个提到徐派呢，就不得不提一部戏，就是《红楼梦》。那我也注意到，有很多的观众啊，就开始注意到郑国凤呢，是从这个大剧院版的，就是精装版的这个《红楼梦》开始的，对吧？对。这个《红楼梦》呢，我也很荣幸参加了第2组那个大剧院的演绎。那么在这个《红楼梦》演绎当中呢，也是比较艰苦的，就是说我们因为我们有3组演员要拍，那么就是说大家都要自己在私下去努力，多用功，对，都去下功夫。那在这个排练过程当中，徐老师肯定是几次都会亲自到现场来。对，他也会去对，他也去排练当中也会去跟我们辅导啊。其实他也很忙，他辅导第1组我们也要去看，对，第3组我作为第2组的演员贾宝玉的话，我也要去看，对。那么自己呢再去领会一点，那么再去自己去怎么说呢，就自己去下点苦功夫吧。这个场面的话也是一种竞争，大家就是希望观众能够认可，比方说能体现得好一点。那我今天就想在这里点播那个郑老师他大剧院版的那个《红楼梦》，然后呢，同时也想点一下，就是徐派的创始人徐玉兰老师他的电影《红楼梦》。徐小姐，对不对呀？而已，这早上忘了吧？好，等这方面要点，谁为主动要点呀？而已，他这个想要叫他倒这个吧？好，拿去。把这个我放去倒这个吧？哎，给这豆腐拿去啊！这我画的里面送去5滴，谁也不许拿来。喏，想这样子好，老一成我输了。今天我背地也要到太子上床。树大到天津有事，难得西厢奇妙事啊！天上飞女精心梦思，英灵家。
什么？你不是不知道喽？最讨厌狂风的文感去的发过文章，你晚一起，我说那是说，那又是什么说呢？不要在我面前弄鬼了，陈少怎么办啊？哎，好妹妹，这一看我都不怕你，你好歹不要告诉谁啊！真是好文章，你要是看了，得半夜不行。谁下子？好妹妹，真是好本章。走进摄影，休了开手吧。好吧，沈郎君，你听不听？唉，
岂有今日？何必当初？当初怎么样？今日又怎么样？你条万怕那牙关可是不得当我情事张张结结来糟了你啥在闹我但愿你啥开眼我先笑我和你同坐起来同唱才像一毛送的情到底中间的我俩情侣比很好，才知道妹妹分担心也大，是今是你瞎着眼睛当我瞧，三招四计玻璃少人婆婆担烦恼，我一从当一日马也要，为什么远儿的子江旁，你有罪说也是少言长，为什么可是你常得你叫我不怕过你门我就是为你死了也是个确实的归怨恨难当。国父啊，那我也知道你现在呢，这个真的是在越剧迷当中啊，人气非常旺啊。那每次面对这么多这个观众的热爱的时候，作为一个演员来说，是不是很激动？我认为这是做演员真的很幸福的那一刻，那种感觉哈。作为演员，也许就是说有很多演员没有像我们这样体会到那种感受吧。我们能感觉到郑国凤还是对自己的这个热爱自己的戏迷啊，非常非常的重视哈。如果我们来听一听我们的戏迷朋友是怎么谈讲自己心目当中的名角的，你会更加的激动哈。因为我是从7、8岁开始就喜欢郑老师了嘛。7、8岁就开始喜欢郑老师，然后非常非常喜欢，现在将近要17、8年了，非常喜欢。不仅我个人喜欢郑老师后来呢，连我现在的先生呢也非常的喜欢郑老师。我为什么？因为我
就是5月份刚刚结婚了，今年5月份刚刚结婚。恭喜！然后郑老师应该来说也是我们的月老了，媒人了。啊，我说他也是您介绍的，我好像是第一次知道。不知道那怎么回事？你给大家说说。应该来说，这个媒人和月老在现在啊，应该来说是不常见的名词了。婚礼当中，其实呢，我跟我先生的那个时候，我们谈恋爱的时候，在大学谈恋爱的时候，那么那个时候女孩子在大学可能会收到很多礼物啊。然后那个时候，我先生送了我一盘郑老师的蝴蝶梦的 VCD。啊？是吗？真会送啊！真的。然后我很激动，因为从来没有人送过我越剧的 VCD。对，像我们他事先是不是调查过你？说明他很懂他，知道吗？就是有一天我收到一份礼物，就是我现在先生送给我，这是一盘越剧的《蝴蝶梦》，是郑老师主演的啊。然后我就很感动的，因为从来没有人送过我这样的礼物，然后就决定此生非他不嫁。这个事情不算是也是第一次听说吧？对，第一次，因为他本人也是今天我演播室来第一次看到他，对，莫名其妙就做了人家的月老。哎，对，还有这个故事也是第一次听到。是。那一天就你男朋友，现在是你老公了，请我吃饭。真的算一个这是谢媒的饭。黄阿姨之前好像跟这个国凤还挺熟悉的啊。第一眼老师给我的印象就说非常的平易近人，而且很随和，好像说没有明星的架子，对我们又非常热情。到最后我们就跟他一起聊他的艺术啊，他就跟我们讲他怎么创造这些人物啊，怎么塑造这些人物啊，我们就谈对他那个看他的戏的一些感受啊，什么东西这样一聊到最后的时候，我就想了很久，我就讲，我说老师能给我签个字吗？可以呀。他很自然说可以呀。那后来我赶快就把我自己买的那本就是说越剧名家艺术生涯那本书嘛，厚厚那本书拿来放到他的那一张，叫他给我签字。签完了以后，我又提出一个要求，我说郑老师，我们能合个影吗？可以呀。哎呀，我这时候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高兴，很激动。然后我母亲啊，我们几个人就坐在一起跟他合影了。那今天这个照片我也有带过来。我母亲今年已经73岁了。那个所以我母亲到现在还是非常激动、非常感动的，就是说郑国凤老师的一只手轻轻地搭在他的肩膀上，就像对待自己的老人一样的，这个使我母亲非常非常的感动。今年3月份的时候，我又从福建回来了，回来了以后，我说很久没跟郑老师碰面了，那我说再去看望一下老师，我又到了他家里。那他这张新的专辑出来了，出来了以后，我说我自己已经买了一张，我母亲也托我买一张。那郑老师就说，哎，我这里有，送他一张。哎，我心里又是一惊，哎，老师怎么那么好？又送我一张碟子，他还跟我讲，我帮你签个名字吧。哇，我非常感动。后来给了我妈妈，我妈妈就把这张碟子很像珍品一样的一直藏在那边，然后听的时候嘛都是听我那张，他这张就拿出来听，这一张就作为珍藏版。对，我们还有一张用去听，因为这张上面有郑国凤老师的签名。是，我们也很舍不得听他。经过这个黄阿姨的描述之后啊，真的是喜事感动2个字可以了得。那么对于感动来说，我觉得首先是感动这个戏迷啊这么热爱郑国凤。那么另外呢，也有一点让我特别感动的，就是说郑国凤对自己的戏迷真的是很好。就是说我休息这段时间里面，其实我也很想关送他们的。就是这位有一位观众这样来关心我，对吧？这样来关注我。不管怎么样，我认为他们这份心，我应该还他们这份情谊。就是说，我会拿起电话跟他们来沟通一下。我注意到国凤你使用了情谊这2个字，我觉得这不仅仅是别人喜欢你，因为他们喜欢越剧，真的喜欢越剧。也许就是说，我在这段时间休息，在家里这段时间，有很多观众在希望我早一点见面跟他们，对吧？在舞台上面去表现，有更多的人物被他们看到。就是说，在舞台上，在越剧舞台上这样子的感觉，真的是很少很少那种，就是说观众这么喜欢你那种，绝对是好像好幸福。对于演员来说，这种体验也是难能可贵的。哎，对。
难得，真的难得，真的很难得。对对对，每一感位观众觉到这个国凤在讲这几句话的时候特别的真诚。因为我也记得国凤老师说一句话，我到现在记得很清楚。他是这么说的：“他说我不在乎拿个什么大奖，我只在乎观众对我的评价。观众如果认可我，喜欢我的艺术，就是对我最大的奖赏。”我也非常喜欢他这句话，因为他喜欢我们观众，我们观众也喜欢他，他心中有观众，我们观众心中有他。那么胡阿姨呢，是因为《蝴蝶梦》这个戏和曾国凤结缘，就是说一看他第一个戏就是《蝴蝶梦》，我们的萍萍不用说了，因为《蝴蝶梦》的一张这个截片周边画的那个结了情信之好，决定了自己的终身大事。那所以很理所当然的，我当然希望能够点播那个曾国凤老师在《蝴蝶梦》当中的精彩的片段，不仅送给我，也送给我的先生，谢谢。你嫁错了娘子。
举一动、一个眼神，我都非常欣赏。我有的时候碟片买来，不是说看过他一遍以后，哎，我懂得了，我就不看了。我现在就在欣赏。我们来听的这种他的这个唱腔，就被他带到这里面去。就像我听了他那个《北帝王》那段“生离死别伤怀抱”，跟那个“可怜天下父母心”这两个唱段，我也跟郑国凤老师说过，我说我听了你这两个唱段，心里非常酸楚。这个戏啊，也是徐派唱腔的一个高峰。我还听说，就是说你为了就是说学唱这些唱段，学这个哭庙这出戏，而且还登门亲自向这个徐玉兰老师求访啊。对，那次是我们去香港演出，就是比较急的。那么好了，我跟老师打了个电话，我说一个是衣服也没有，他说我借给你，真的是蛮感动的啊。那么好像他也身体不是太舒服，那个时候，他说那怎么办呢？我说那怎么办？我这里也没有地方可以去排，他是到我家里来10楼，对吧？我儿子这个房间，我叫阿姨快点打扫清爽，对吧？你明天就过来。他说我来准备一下，真的第二天我去整个一点动作都不会少的，一点点那种都不会那个的。就是说他真的是完美的不得了，炉火纯青的。对他每一个动作，每一个细小的，哪怕你一点点音符那边，他也有那个动作去填满的。我们徐老师真的是就是说怎么说呢，他是大将，就是希望你来演我徐派的东西，徐派的艺术，他就是希望你发扬光大，你怎么样，对，一点保留都没有。观众得到你的签名照呢，是观众之所幸。那你能得到这个老师的这样亲传的，是无所不幸啊。那我好想看一下郑老师在《北帝王》里面的精彩表演。好，一定满足你这个要求。丞相，你曾进了三陵汉中，不忘先帝托孤从，主公请财宝父王，你60斤3把为公。可问天不加谁啊？你出使历经民众，你这才是把兵统，为国也敢放错仗啊！要丞相。皇宗，是皇宗。你常伴他成为公，
有儿啦，有儿，从明天起，你再也找不到我。受过的伤一生幸福
想请哪位名家，想点哪段名段都由您做主。这里是名家名段任你点，我是陶海。那么今天的节目呢，马上就要结束了。再次感谢我们的嘉宾郑国凤以及2位那么可爱的戏迷朋友，谢谢你们的到来。那么我们跟我们的观众朋友说一声再见，好吗？再见。